行政長官選舉參選人林鄭月娥接受本台專訪時候，唔點名批評曾俊華曾經破壞行政立法關係，最終由佢化解。佢形容公共理財係佢嘅強項，一旦當選會好好運用財政儲備。江永儀報導。被形容係梁振英2.0嘅林鄭月娥話，外界認為佢強硬只係觀感問題，過去有唔少行政立法矛盾都係由佢做和事佬。記得有一件事件，某一位嘅官員喺立法會係唔願意去回答4位議員嘅提問，因為話喂，政府好似告緊你喎，我做咩答你問題呢？咁都係由我化解嘅，坐喺你前面就係唔答你問題，呢個咪就係有少少係破壞行政立法關係咯。如果我哋重視行政立法關係呢，法律意見係一件事，但係政治嘅判斷係另一件事。佢冇話你唔可以用一個政治嘅判斷去考慮佢嘅法律意見啊嘛。如果所有嘅政府嘅施政官員嘅行為都係法律意見嚟到去主導，咁我哋咪得一個律政司就搞掂噶啦喎！我哋係要咁多官員喺度做咁多嘢呢？講到理財哲學，林鄭月娥形容公共財政係佢嘅強項。9000億元呢都已經夠2年，即係喺完全冇收入嘅情況之下呢，可以維持特區政府呢2年嘅運作。咁所以喺點樣能夠用得好呢個財政嘅盈餘呢？我覺得一定係投資性嘅開支，幼兒教育願意投資到基礎教育，到高等嘅教育，係咪仲有投資嘅空間呢？幫助老人家保持個身體健康，就係一個投資性嘅長者醫療開支。咁我會用呢個角度咧嚟到去行一套公共理財嗰個哲學。至於未來班子有咩人選，林鄭月娥話會用人為才，但係社會觀感都要考慮。而家我都接受咗咧，社會觀感係一個要考慮嘅因素嚇。因為如果社會上有咗呢一種主觀嘅睇法咧，你令到嗰位嘅同事係有啲舉步維艱嘅。佢認為普遍公務員都支持同認同佢嘅領導，但係今時今日要感召高級公務員行入熱廚房有困難。Now TV 記者江榮儀報道。